各位有緣嘅朋友，今日我想同各位推開一道塵封咗好耐嘅門。自古以嚟啲三透生死嘅禪門專宿留低咗一套心法。當一個人行到山窮水盡，衰運纏身，好似被一丈無形嘅網罩住喘唔到氣嘅時候，有三個地方係必須要經常去嘅。呢三個地方係真真正正可以搬開心頭巨石，改寫命格走向嘅清淨道場。可惜嘅係，知道呢道門喺邊嘅人本來就唔多，而知道點樣敲門、點樣入去、點樣行出嚟嘅，更加係少之又少。呢樣嘢唔係江湖術士嘅玄談，亦都唔係廉價嘅心靈安慰。佢嘅根脈深深扎喺佛家嘅智慧土壤入面，係一套可以觸摸、可以驗證嘅轉命之法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有一段令人心驚嘅開示：業力甚大，能敵蘇眉，能深巨海，能將聖道。呢句話翻成今日嘅白話，即係話一個人累生累劫積落嚟嘅業力沉重到咩程度呢？佢可以壓得過須彌山嘅巍峨，比最深嘅海溝仲要幽暗，甚至可以擋住一個修行人通往教悟嘅最後一步路。所以你睇，世間點解會有咁樣嘅怪事？有啲人勤勤懇懇做咗幾十年，得到嘅卻成日係冷水照頭淋；有啲人心地柔軟，好似初春嘅棉絮，遭遇嘅卻成日係寒冰咁嘅冷漠。呢個唔係天道盲咗眼，亦都唔係命運故意刁難，而係有一股睇唔到嘅力量喺背後靜靜咁撥動緊人生嘅算盤。呢股力量就係業力。但係佛陀慈悲，並無將呢道門徹底閂死。佢跟住話：一切業障海，皆由妄想生。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業障再深，佢都唔係鐵板一塊，佢係可以俾人融化、轉移、重新書寫嘅。而我今日要話俾各位知嘅呢三個地方，正正係融化業障最有效、最直接嘅紅爐。楞嚴經入面仲有一句深入骨髓嘅話：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意思好簡單，當年你播落嘅種子，如果係歪歪斜斜嘅，今日抽出嚟嘅苗，裂出嚟嘅果，自然都跟住扭扭曲曲。咁問題就嚟啦，既然業種係我哋自己親手埋落嘅，今日又應該用咩方法去重土、去除草、去轉化佢呢？有人話多做善事就得，有人話多念幾卷經文，多拜幾座佛像就得，亦有人另手話命中注定嘅嘢，掙扎都係徒勞。三種講法都摸到少少邊，但都無觸及到核心。真正嘅消業，從來都唔係禪一動作嘅堆積，而係一場由外到內，再由內反煲到外嘅全身心翻轉。古聖先賢喺長年嘅觀察入面發現，有三個地方特別的合點燃呢場翻轉嘅火種。喺度沉積如墨嘅業障會俾人一層層洗淡，各煎咗好耐嘅命運會俾人靜靜咁推返入水流之中。呢三個地方究竟喺邊呢？且聽我用一段真實而曲折嘅往事，慢慢替各位剝開呢粒心法嘅果實。但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我想懇請屏幕前嘅你喺評論區輕輕留低4個字：業消福至。呢句唔係客套嘅口號，而係一種願力嘅播種。當你嘅手指敲落呢4個字，你就係喺向無垠嘅天地之間寄出一封信，向自己內心最深處帶交一份契約，稱相信我。等你跟住呢段故事行完一程，再回頭睇呢4個字，就會咀嚼出佢真正嘅份量。呢樁往事發生喺距今800幾年前嘅南宋，陣時江南啱啱遇上秋雨連綿。故事嘅主角名叫陸懷國，係杭州城入面一戶書香門第嘅獨子。佢嘅父親陸敬亭係當地有名嘅向賢，平日李記經營住一間唔大唔細嘅藥材鋪，又成日喺城南施粥贈藥，救濟啲走投無路嘅窮苦人家。左鄰右里提起佢，無一個唔豎起大拇指。陸懷國自細就喺咁樣嘅家風裏面長大，錦衣不離身，詩書不離手。父親對佢寄予厚望，期望佢將嚟可以金榜題名，光耀呢一門嘅清譽。如果照住呢個軌跡行落去，陸懷國大概會成為一個尋常嘅讀書人，娶一房賢妻，生幾個仔女，喺故紙堆裏面安安穩穩過完一世。但係命運嘅北風，從來都唔肯照住人嘅心願落墨。
一年嘅春末，陸懷國啱啱滿20歲，一場無任何預兆嘅浩劫，將佢嘅世界徹底碾成咗碎渣。成終身到任咗一位轉運使，呢個人性情暗稚，眼裏只裝得落銀錢。佢垂涎陸家幾代人出落嘅家底，就指使手下一名油滑嘅師爺，砌生豬肉砌出一樁通敵走私嘅罪名，將陸敬亭鎖入咗大牢。陸懷國當時好似熱鍋上嘅螞蟻，奔走於各家衙門之間，變賣屋企所有可以換錢嘅器物，求騙咗父親昔日所有嘅故交。但係啲昔日稱兄道弟嘅人，而家見到佢，唔係轉身避入側門，就係遠遠拱手作揖就匆匆離去。不過2個月光景，陸敬亭喺牢獄入面咽落咗最後一口氣，獄卒對外聲稱係畏罪自盡。陸懷國心裏好似明鏡咁，係一個謊言，但佢總有千言萬語，都無處傾訴。更加令人窒息嘅係，由於通敵一案已經定咗性，陸家所有嘅田產、鋪面、藏書全部俾官府查沒，陸懷國自己都俾人判處流放嶺南。預赦不旋，由一位清雅嘅少東家到一個帶住木枷嘅罪人，佢嘅人生喺唔夠100日之內俾人翻咗轉頭。你想象得到種感受嗎？你明明清清白白，無半絲過錯，卻要替人吞落成個時代嘅苦水。你嘅至親係俾人陷害致死嘅，但放眼望去，無一個人肯為你證一句話。成個世道都喺度用沉默話俾你聽，你認咗佢啦，呢個就係你嘅命格。陸懷國俾2名差役押送上路一日，胸腔裏面翻衝嘅全部係恨意。佢恨位貪婪如蛇嘅轉運使，恨班顛倒黑白嘅衰利，恨啲喺父親落難陣紛紛退避三舍嘅舊識。到最後，佢甚至開始恨闖天。佢懷疑呢個世間究竟有冇所謂嘅因果？父親一生施惡救人，卻落得咁淒慘嘅下場。啲挖空心思害人嘅小人，反而喺感受繁花裏面逍遙度日。呢個疑問好似一條無聲嘅蟲，喺佢心裏面啃噬，啃到佢寢食難安，啃到佢對一切都失去咗感覺。南行嘅路途漫長又難挨，陣時嘅嶺南仲未開化，山間煙瘴彌漫，林中野獸出沒，好多流放嘅人仲未行到目的地，就已經倒喺半路。陸懷國自細養尊處優，身子骨本來就單薄，再加上心頭鬱結化唔開，行咗唔夠1個月就發起高燒，成個人燒到神志昏沉。押送佢嘅差役現狀都落得殺手，本來流放犯死喺路上，朝廷就唔愧心救，2個人隨手將佢吊喺一處山坳邊嘅老樹下，掉低一袋乾硬嘅麥餅，就頭都唔回咁走咗。陸懷國靠住粗糙嘅樹皮，望住頭頂斑駁嘅天色，竟然覺得咁樣死去都未嘗唔係一種解退。從此唔使再同呢個世道糾纏，唔使再聽啲遮遮掩掩嘅謊言，唔使再感受啲恨意嘅燒灼。佢尖蠶合埋眼，準備就咁樣將一切交還俾天地。恍惚之間，佢聽見遠處傳嚟一陣木魚聲，把聲不急不緩，一下一下，好似有人喺度用心敲打佢胸腔裏面粒已經麻木嘅心。佢費力咁睜開眼，竟然發現晨光已經由樹林嘅縫隙之間透咗入嚟。順住木魚聲望去，山坳嘅另一端竟然坐落住一座細細嘅廟宇，屋頂合住青苔，山門上嘅匾額已經俾風雨剝蝕到幾乎睇唔清字，只能勉強辨出3個字：直照庵。佢唔知邊度嚟嘅一股力氣，連滾帶爬咁向個廟門挪去，推開到吱吱呀響嘅木門，眼前係一方狹小但整潔嘅院落，正中長住一棵巨大嘅銀杏樹，葉子喺秋風裏面翻出金色嘅浪花。樹下盤膝坐住一位老僧，身上嘅灰布僧衣洗到幾乎甩晒色，眉毛卻長長咁垂落嚟，平靜得好似一汪冇縫嘅潭水。老僧引見門響，慢慢睜開眼，望住陸懷國話：施主，你嚟得唔算太遲。陸懷國呆喺原地，咩叫唔算太遲？佢同呢位素未謀面嘅老僧，難道前世有約？佢張咗張口，把聲沙啞到自己都嚇咗一跳。在下係俾人流放嘅罪人，喺路上病咗，斗膽嚟貴庵討一啖水飲。老僧冇問佢由邊度嚟，亦都冇問佢犯咗咩罪過，只係靜靜咁凝視住佢，凝視咗好耐好耐，好似要將佢呢20年所有嘅委屈都睇入眼底。良久，老僧開口：你心裏面塞住一團好大嘅亂麻，
呢一句話好似一柄溫熱嘅小刀，挑開咗陸懷國心頭最後層痂，啲俾佢強壓落去嘅悲動、憤懣、不解、絕望，好似決堤嘅湖水咁，一股腦人衝咗出嚟。佢對住呢位素昧平生嘅老僧，將父親嘅冤屈、自己嘅遭遇，以及個折磨咗佢無數個夜晚嘅疑惑，原原本本咁傾倒出嚟。講到最後，佢幾乎係低吼咁問出句倒喺胸口嘅話：大師，呢個世上若果真係有因果，點解我父親一世行善積德，卻落得咁凄慘？點解啲惡毒之人反而安享榮華？老僧冇正面作答，反而指住院外一處問道：你嚟嘅時候有冇路過一片竹林？有路過。片竹林而家係咩模樣？枯葉滿地，一片蕭索。老僧輕輕點頭，係因為前夜山中起咗大風，將佢吹到七零八落。但你知唔知，片竹嘅根仲喺泥土裏面盤前交錯，到咗出年春天，自然會破土生出新筍，比今年仲要茂盛3分。陸懷國望住佢，並唔明白呢句話同自己嘅疑問有咩關聯。因果之事都係咁樣。老僧繼續講：你眼下所言，不過係一顆竹喺一陣風裏面俾人吹斷咗幾條枝葉。你睇到你父親今生行善反遭橫禍，睇到班惡利作惡反享富貴，但你睇唔到地底下盤根錯節嘅根脈，睇唔到出年春天將要冒出嘅新筍。因果唔淨止喺呢一世裏面行完，佢係由無量劫嘅過去流到當下，再由當下伸向無盡嘅未來。你父親今生所受嘅苦，可能係喺常旋佢過去某一世埋落嘅舊賬；佢今生所行嘅善，會喺未來嘅某一世列出甜美嘅果實。同樣咁，啲害佢嘅人，佢哋今日所享嘅安樂，係佢哋某一世善業嘅餘溫；佢哋今日所做嘅惡，會喺未來嘅某個時辰，化作一場連佢哋自己都避唔開嘅霜雪。因果從來都係公平嘅，只係佢運轉嘅尺度遠遠超出咗凡人一世能夠睇到嘅視野。陸懷國聽到心頭一震，呢個道理佢以前並唔係冇聽過，但從來未試過好似今日咁，好似有人將一盞燈舉到佢眼前，但佢心中仲有一處唔肯放低。大師，總然因果係公平嘅，咁我眼下呢啲苦楚，難道就只能咬住牙忍落去？我呢一生難道就只能任由業力推住行？老僧嘅眼底閃過一縷清烈嘅光，呢個先至係真正要緊嘅問題。業力係真實存在嘅，但業力唔等於宿命，業力更加似你賬簿上嘅一筆筆舊賬，確實寫喺度，確實要算，但你並唔係只能呆呆咁坐喺度，等佢一日日扣去你嘅福報。你可以主動去上船，甚至可以用一啲正確嘅方法，將呢筆舊賬提前結清。點算？陸懷國幾乎係撲上去捉住咗老僧嘅衫袖。老僧冇即刻回答，只係慢慢起身，跟我嚟。佢帶住陸懷國行入庵堂深處，係一間唔大嘅偏殿，正中供奉住一尊觀世音菩薩像。塑像嘅金漆已經斑駁，但低眉垂目嘅神態依然令人心頭一軟。由今日起，你每日人時嚟呢度跪300拜，跪嘅時候唔好念佛號，唔好求願，只回想你呢一生做過嘅所有立事，唔係人哋對你做立嘅，係你對人哋做立嘅。即使只係一個一閃而過嘅惡念，一句輕飄飄講出口嘅尖銳嘅話，都要一一喺心裏面向菩薩認落。陸懷國有啲意外，佢本來以為老僧會傳佢咩高深嘅法門，估唔到不過係跪拜同回憶。再者，老僧繼續講，你要喺呢座庵裏面住落嚟，掃地、擔水、劈柴、燒火，但凡有手有腳能做嘅活藝，你都唔准推辭。呢樣就能消業？老僧靜靜望住佢。廟宇係消業嘅第一處道場，但其中關竅並唔係因為佛菩薩會替你抹去業障，而係因為喺咁樣嘅地方，你粒一直喺出邊打滾嘅心，會慢慢沉澱落嚟。心沉落嚟啦，你先至能照現自己，照現自己啦，你先至能真正知道邊度需要懺悔。真正懺悔啦，業嘅力量先至會由根上蟲動。但你要記住，呢個只係第一步，仲有2個地方你必須依次去過。等你喺呢座庵裏面安住滿100日，我再話你引下一處去邊。就咁樣，陸懷國喺直照庵住咗落嚟。
最初嘅半個月，佢覺得呢一切毫無意義，每日跪300拜，跪到膝頭淤青，跪到腰背酸痹，回憶自己嘅立處，佢有咩錯？錯嘅明明係啲害佢父親嘅人，但係老曾句話始終喺佢耳邊回響，唔係人哋對你做立嘅，係你對人哋做立嘅。於是佢開始勉強自己去回想，咁一諗，就好似揭開咗一個塵封咗好多年嘅傷。佢諗起8歲年，曾經因為一隻新得嘅木鳥玩具，狠狠咁嘲笑過睇門口戶人家着住補丁衫嘅細路。諗起12歲年，為咗喺銅窗面前威自己嘅學問，故意將一篇拙劣嘅策論安喺一位木訥嘅同學頭上，等先生睇笑話。諗起父親苦口婆心訓誡佢陣，佢心頭總唔耐煩嘅厭惡。諗起對屋企老父甩咒兒子氣使陣，仲自以為理所當然嘅傲慢。呢啲事喺時刻佢都覺得不過係無關痛癢嘅小節，但此刻喺菩薩像前一翻出嚟，每一樁都令佢羞愧到抬唔起頭。佢沾沾摸到左老曾話裏面嘅脈絡，業並唔係咩遙遠而神秘嘅嘢，佢就係你親手撒入生命土壤裏面嘅種子。一個輕蔑嘅念頭係一粒種子，一句尖刻嘅話係一粒種子，一個冷漠嘅舉動都係一粒種子。呢啲種子落入心田，至早會發芽、抽枝、結果，而懺悔係喺種子仲未長成參天大樹之前，主動俯低身去，將佢哋一粒粒挖出嚟。當你真心實意承認我錯咗，粒種子嘅根須就會從此失去力量。日子好似庵堂屋檐嘅水滴，一滴一滴咁落緊。陸懷國發現自己變咗，以前鼓壓喺胸口，幾乎令佢唞唔到氣嘅恨意，唔知由邊一日開始，竟然靜靜咁淡咗。佢唔係唔記得啲害過佢嘅人，但仲燒灼咁嘅恨，已經被一種奇異嘅平靜慢慢取代。佢甚至開始能夠理解位貪婪嘅轉運使拿，唔係原諒佢，而係睇明白咗，個人俾自己心裏面只叫做貪欲嘅野獸牽住個鼻走。佢做落嘅啲事，至早會變成佢自己頭頂嘅雷。陸懷國唔使去恨佢，因果自然會替佢計數。100日嘅光陰轉眼就到咗，老曾依然坐喺銀杏樹下，神態好似佢哋初次相遇陣一模一樣。你準備好聽第二處道長啦未？陸懷國輕輕點咗點頭，佢嘅眼神已經同100日前判若兩人。陣時嘅佢眼底全部係仇恨同迷茫，而家嘅佢眼底沉澱住一份難得嘅清明同穩重。老曾抬手指向庵堂南面一脈綿延嘅山影，第二處地方係深山，由呢度向南行60里，有一座山叫做韓雲陵，陵中有好多天然嘅石窟。你獨自前去住一段時日，住幾耐？唔知道。老曾嘅眼角微微彎起，等你知道應該落山陣，你自然就會知道。喺度要做咩？咩都唔做。老曾靜靜望住佢，你只需要俾自己同山林一齊，俾自己同自己一齊。陸懷國並唔完全明白，但佢已經學會咗對呢位老曾嘅完全信任。佢執拾起簡禪嘅行裝，向老曾拜別。臨走之前，老曾叫住咗佢，記住，山林係宵夜嘅第二處道場。喺直照庵裏面，你學會咗體現自己嘅業；喺韓雲陵中，你要學會放低啲業。只有真正放低咗，你先至能去到第三處地方。第三處又係邊？老曾冇回答，只係望住佢笑咗笑。等你由山上落嚟，你自己就會知道。韓雲陵比陸懷國想象中更加蒼茫，佢行咗7日先尋到啲石窟，一路上冇遇見一個活人，只有山鳳掠過松濤嘅烏煙，同唔知由邊個角落傳嚟嘅猿啼。佢揀咗一間向陽避風嘅細石窟住落嚟，用枯枝同茅草鋪咗一張簡陋嘅床鋪，就開始咗佢嘅山中歲月。起初幾日，佢仲可以用採摘野果、尋覓清泉嚟打發光陰，但當呢啲最基礎嘅生存事項都安頓好之後，一種佢從未體驗過嘅空曠就鋪天合地咁衝咗過嚟。冇可以傾偈嘅人，冇可以做嘅事，佢只能日日夜夜面對自己嘅納心，而納心恰恰係呢個世上最難直面嘅鏡子。啲佢以為已經喺直照庵裏面翻咗篇嘅嘢，又好似潮水咁回流上嚟。父親臨終前一刻係咩心境？佢孤獨嗎？佢驚嗎？佢有冇喺最後一瞬諗起過自己呢個不孝嘅仔？如果當初我能再堅韌啲，
再聰明啲，係咪就能將佢由牢獄中救出嚟？委轉運使眼下係咪仲喺度錦衣玉食咁享受住掠奪嚟嘅財富？我呢一世係咪就咁樣俾佢哋碾碎咗？呢啲念頭好似石窟外嘅藤蔓，一夜之間就能爬滿成個洞口，令佢念轉難眠。佢漸漸明白老僧叫佢嚟呢度嘅用意啦。喺直照庵中，佢學會咗體現自己嘅業，學會咗懺悔，但懺悔只係第一步。啲深扎喺心底嘅執着，對過去嘅執着，對公平嘅執着，對一個特定列局嘅執着，呢啲係懺悔無法觸及嘅。佢哋需要俾人放低，但放低呢兩個字講就輕巧，做起上嚟卻好似要將自己嘅肋骨一條條擺開。佢試咗無數方法，逼自己念誦經文，逼自己觀想佛號，逼自己對啲念頭講唔，但佢越用力，啲念頭就冒得越兇，好似喺度嘲笑佢嘅徒勞。咁樣掙扎咗將近2個月，佢幾乎到咗崩潰嘅邊緣。一日傍晚，佢坐喺石窟外一塊岩石上，望住遠處層巒疊嶂出神。落日將成座山染成咗溫柔嘅桃紅，山間嘅煙嵐好似薄紗咁繚繞。就喺一刻，佢嘅目光忽然落到咗崖邊一棵老松樹上，係一棵唔知活咗幾多年嘅老松。佢嘅樹幹已經俾磨數次嘅山風扭到彎彎曲曲，半邊嘅枝條一早乾枯斷裂，露出灰白嘅木刺，但另外半邊卻依然蒼翠欲滴，倔強咁伸向天空。佢凝視住棵樹，凝視咗好耐好耐。忽然之間，有一道光喺佢心頭着咗起嚟。棵樹從來冇諗過要放低啲咩，佢唔會喺心裏面盤算，我要放低啲枯咗嘅枝幹，佢只係繼續生長。當某啲枝條死咗，佢就俾佢哋死去；當新嘅春雨嚟咗，佢就長出新嘅枝葉。佢唔執着於琴日嘅茂盛，亦都唔憂慮聽日嘅風霜，佢只係活喺當下呢一息。放低從來唔係一個動作，放低唔係你伸手去做嘅事，放低係當你唔再緊緊抓住一刻，自然而然發生嘅事情。佢之所以始終放唔低，恰恰因為佢一直喺度拼命努力咁放低，呢份努力本身就係另一條更加隱蔽嘅繩索。一瞬間，陸懷國忽然趴喺岩石上，痛痛快快咁喊咗起嚟，唔係悲動嘅喊，而係一種由骨縫裏面漫出嚟嘅釋放。所有積壓喺胸腔裏面嘅嘢，對父親嘅愧疚，對命運嘅唔甘，對啲人嘅恨意，對自己嘅失望，都隨住眼淚流走咗。佢唔係決定要放低佢哋，佢只係唔再緊緊咁抓住佢哋。當夜色完全籠罩山陵陣，佢感到一種從未有過嘅輕盈，好似壓喺胸口好多年嘅一塊巨石，正悄悄咁融化入咗山峰裏面。佢喺寒雲嶺中又住咗將近2個月，呢2個月同之前截然不同。佢唔再同自己嘅念頭糾纏，只係好似棵老松咁安靜咁存在住。佢睇日出日落，聽溪水叮咚，觀察一隻螞蟻喺岩石上一次次嘗試越過縫隙，望住一朵野花喺風中搖晃，卻始終唔肯倒落嚟。佢漸漸發現，大自然有一種神奇嘅洗滌之力。當你真正咁融入佢，你嘅心悸自然咁變得清澈，唔係俾人壓抑出嚟嘅清澈，唔係俾人控制出嚟嘅清澈，而係好似潭水咁自己沉澱出嚟嘅清澈。啲曾經反覆刺痛佢嘅問題，並冇消失，只係變得唔再重要。父親嘅事已經係過去嘅事，佢能做嘅係將自己活成父親愧為之恩惠嘅模樣。委轉運使，自有佢嘅因果喺前方等緊，唔需要佢多此一舉去行。至於自己嘅未來仲未行到面前，何必而家就去搬一座大山壓喺自己膊頭？佢終於睇悟到老僧句話嘅真意，山林係消業嘅第2處道場，直照庵令你照現自己嘅業，寒雲嶺就令你重開啲業，唔需要任何特殊嘅法門，只需要回歸到自然，回歸到個最赤裸、最真實嘅自己。當所有外在嘅紛擾俾人剝落，當你只剩低自己同呢個天地相對，你攰經教，啲你以為放唔低嘅嘢，從來都冇你想象中咁重，係你自己嘅心將佢哋一啲啲讓重嘅。第3個月嘅某一日清晨，陸懷國睜開眼，望住石窟口透入嚟嘅第一縷金光，心中忽然升起一個清晰嘅念頭，係時候落山啦。佢唔知道呢個念頭係由邊度冒出嚟嘅，但佢確信呢個就係老僧講嘅你自然會知道。
落山嘅路比上山陣輕快咗好多，唔淨只係因為道路熟悉，而係因為佢自己嘅腳步輕咗。當佢行出山腳，踏入一座細鎮陣，遇現咗一樁睇似平常卻足以改寫一切嘅小事。鎮口嘅石階上坐住一位白髮蒼蒼嘅老婦人，喺度低聲啜泣。陸懷國行上前去詢問，原來老婦人嘅信女得咗急症，需要一味叫做雪蛤3嘅藥材，但鎮上近剩1兩嘅芥剪要5貫剪，佢翻遍全身都只有幾十文銅板。陸懷國喺山中住咗幾個月，身上一早一文不剩，佢正心急如焚咁諗緊應該點樣施以援手，忽然聽見街口傳嚟一陣嘈雜。佢循聲望去，原來係一位綢緞商人嘅馬車深陷喺泥龜之中，幾個伙計累到滿頭大汗都推唔出嚟。陸懷國二話唔講，捲起衫就衝咗上去幫手。山中幾個月嘅清苦磨礪，令佢本來單薄嘅身板已經結實咗好多，再加上佢係真心想用力，冇幾耐，架陷得好深嘅馬車就俾人推上咗硬實嘅路面。商人對佢感激萬分，連聲詢問佢想要咩酬謝。陸懷國只係微微一笑，指住唔遠處位仲喺度抹眼淚嘅老婦人話：位老人家嘅信女急需一味雪蛤3，若果你願意成全呢樁善事，就係俾我最厚重嘅酬謝啦。商人係個豪爽之人，二話冇講，就叫伙計由車上取出10貫銅剪，親自送到老婦人手裏。老婦人感激到幾乎要跪落嚟冚頭。陸懷國趕緊扶住佢，就喺一刻，佢嘅心裏面衝起一種從未體驗過嘅暖意，種喜悅，比佢以前喺富貴中得到任何珍貴之物陣都要飽滿，都要心碎。佢忽然徹底明白咗第三處道場係咩？老僧曾經話，落山陣你自然會知道，原來第三處消業嘅道場，並唔係某一處具體嘅地點，而係任何一個你能夠伸手行善嘅所在。夕照庵令你懺悔，韓雲陵令你放低，而每一樁真心實意嘅善行，都喺度為你重新種落產生嘅善因。呢3處道場，缺一不可。如果只有懺悔，冇放低，你就攰一世陷喺悔恨嘅爛泥裏面；如果只有放低，冇行動，你不過係一具消極等待嘅軀殼；如果只有行善，卻冇照現自己嘅業，冇重開過去嘅汁，啲善行就會俾功利之心熏染，變得味道古怪，效果接伴。只有3者環環相扣，業力嘅轉化先至能真正落地。陸懷國由一日起開始咗佢嘅行善之路。佢冇家底，但佢有嘅係力氣，有嘅係時間，有嘅係一粒願意俯身幫手嘅心。佢幫農夫收割稻穀，幫船夫剛過沉重嘅桅杆，幫迷路嘅女人指點方向，幫孤寡老人擔水劈柴。無論對方係咩身份，無論件事係大係細，只要佢能搭一把手，佢就義無反顧。佢唔求回報，甚至唔願俾人記住佢嘅名字。佢只係禪準咁去做，因為佢知道呢個係啱嘅。奇異嘅事情就由呢度一啲啲發生啦。佢遇見咗越嚟越多願意拉佢一把嘅人，有人留佢喺屋企借宿，有人將自己屋企嘅舊書贈俾佢翻閱，有人為佢講解佛法嘅精要。佢曾經過大罪流放嘅身份，漸漸俾時光沖淡。鄉里鄉親只記得有一位面容溫潤嘅後生仔，周圍幫人手，從來唔求半分回報。5年之後，朝廷大赦，佢嘅罪名得以洗清。10年之後，佢已經係江南一帶頗有聲名嘅鄉賢，無數受過佢恩惠嘅人提起佢嘅名字，就會自發咁拱手作揖。但佢冇返去杭州種族舊夢，亦冇再去追逐啲虛浮嘅功名利祿。佢揀咗出家，返到當初坐世世嘅夕照庵，跪喺咗老僧嘅腳下。老僧望住佢，只係講咗一句話：你終於返嚟啦，而家你先至真正準備好踏上修行嘅路。陸懷國跪喺棵老銀杏樹下，淚如雨下。佢終於睇得明啦，當年長塌天嘅災難唔係懲罰，而係一份用最嚴苛方式包裝嘅禮物。若果冇場災難，佢大概會一世困喺錦衣玉食嘅浮華裏面，永遠唔會踏上呢條認識自己、轉化命運嘅小路，永遠唔會觸及生命真正嘅厚道。後來，陸懷國喺江南廣開法言，度化咗無數掙扎喺苦痛中嘅人。佢最常對弟子哋講嘅，就係呢3處消業嘅道場。第一，常入廟宇，
學會照現同懺悔；第二，常親山林，學會從開同放低；第三，常行善舉，學會給予同種恩。呢個唔係咩玄妙嘅儀軌，亦都唔係高僧大德專足嘅修辭，而係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夠實踐嘅轉命法門。佢喺臨終前留低一段話：人活呢一世，邊個嘅賬簿上冇幾筆舊債？業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你唔知道用咩方法去翻篇。廟宇、山林、善行呢三處道場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一份家底，你唔使出家，唔使苦修，只需要將呢三處放喺心上，時常去行一行，業障自然會一層一層咁融化，福報亦都會一寸一寸咁浮現。故事到呢度就講完啦，等我哋換一個角度，由佛法嘅根本智慧裏面去睇睇呢三處道場背後嘅脈絡。楞嚴經入面句因地不真，果招於曲，可以話係呢一切嘅源頭。你若果想扭轉果嘅形狀，就必須由因落手。呢個正正係三處道場嘅核心機理。廟宇對應嘅係覺知，多數人活得好似俾鳳果盒嘅落葉，飄到邊度算邊度，每日都喺不知不覺中種落許許多多歪斜嘅種子，一個嫉妒嘅念頭，一句不經意嘅惡語，一個自私嘅舉動，呢啲因日日夜夜俾人埋落泥土，但我哋從來唔肯回頭審視佢哋。而當你踏入廟宇，喺佛菩薩慈悲嘅注視下靜落嚟，你心中盞內冇開啟嘅覺知之燈先至會俾人點着，你開始能夠睇見啲平日你俾人忽略嘅起心動念，開始能夠辨認出自己嘅貪嗔癡慢。呢份睇見本身就已經係消業嘅第一步，因為睇見之後，你就擁有咗揀擇嘅權利。你可以揀繼續順住舊習氣滑落去，亦都可以揀停低嚟，揀懺悔，揀重新種落唔一樣嘅種子。華嚴經講：罪涌心起將心散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。罪業由心念升起，自然亦都要由心念去化解。當你真真切切咁覺得我錯咗，當個升起惡念嘅心當下熄滅，罪業嘅力量就會隨之重動。呢個就係點解喺廟宇裏面誠心散悔有消業嘅效果，唔係佛菩薩替你抹去咗咩？而係你借由份神聖嘅氛圍，俾人點燃咗內在嘅覺知，又借由覺知削弱咗業眾嘅力量。山林對應嘅就係放低，有啲業係因為我哋做錯咗事，但仲有好多業係因為我哋對過去找得太緊，後者比前者更頑固，亦都更難化解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嘅體驗？某件令你憤怒嘅事情一早過去咗好多年，但每當念頭偶然掠過，你嘅胸口仲係會好快俾怒火燒熱。件事本身一早結束咗，但你嘅反覆找取，令佢喺你嘅心裏面一次又一次咁重演。呢個就係執着所做嘅業。山林之所以能夠幫人化解執着，係因為大自然蘊含住一種無我嘅能量。山從來未盤算過我要長得高過人，水從來未記覺過我要流向邊一個特定嘅方向，樹亦都從嚟未擔心過我能唔能比鄰居活得耐。佢哋只係存在，只係流動，只係生長。當你浸潤喺咁樣嘅能量裏面，你啲緊揸唔放嘅念頭會喺不知不覺中開始重手，唔係你用力放低，而係喺個空間裏面，你會自然咁問自己：我究竟喺度找住啲咩？睇清楚，你就重開咗。善行對應嘅就係轉化。如果話懺悔係止血，放低係拔刺，咁善行就係上藥。你嘅生命係一片大田地，過去你播落咗許多雜草同荊棘嘅種子，眼下你要做嘅，除咗拔除已經長出嘅惡草，更緊要嘅係埋落足夠多嘅新種子。金黃嘅稻穗，清香嘅蓮花，挺拔嘅青竹，當好嘅種子越嚟越多，佢哋就會自然咁佔去片土地嘅養分，啲惡草自然冇冒頭嘅機會。但呢度有一個微妙嘅關竅，行善陣嘅心念必須純粹。若果你行善只係為咗快啲消業，為咗積攢功德，為咗換取來世嘅好報，咁呢樁善事嘅力量就會大打折扣。因為呢種心態本身又係一種精神層面嘅算計，又係一種新嘅執着。真正有力量嘅善行，係體現有人需要就伸手，做完之後轉身就唔記得。金剛經入面句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，講嘅就係呢個道理。接落嚟，我想分享幾個可以喺日常裏面就着手實踐嘅小方法。去廟宇陣，
唔好將佢變成一場敷衍嘅旅行。好多人入咗廟門就急住燒香拜佛、搖籤問卦，求完就走。咁樣做並唔係冇效果，但效果好有限。真正有用嘅做法係咁樣：入門之前，先將手機靜音，最好徹底刪咗佢。喺心裏面立下一個念頭：我今日嚟呢度唔係為咗求咩，而係為咗照現自己、整理自己。入到大殿之後，唔好急住叩拜，先揾一處人少嘅角落坐一陣，閉埋眼睛回想呢段日子裏面有冇令自己後悔嘅事，有冇傷過邊個嘅心，有冇升起過尖銳嘅念頭。唔帶評判，只係誠實咁體驗，然後再帶住呢份覺知去佛前跪落陣，唔係向佛菩薩索取咩，而係對住佛菩薩默默懺悔。懺悔唔使出聲，佛菩薩自能感應你嘅心意。拜完之後，若果時間允許，揾一處安靜角落再坐多一刻鐘，俾份寧靜一啲啲滲入你嘅骨縫裏面。咁樣去一次廟宇，比漫無目的咁去10次都管用。親近山林呢件事，好多人會話自己實在抽唔出時間去深山，其實並唔需要真係入到崇山峻嶺。山林嘅真味在於自然同獨處，任何能令你接觸自然、獨自安靜落嚟嘅所在，都可以成為你嘅山林。一條城外嘅河堤，一處郊野嘅濕地，一座俾人遺忘嘅公園角落，都得。關鍵唔在地點有幾偏遠，而在你點樣用佢。到咗之後，將手機收埋，呢一條最緊要。然後只係行路、睇風景、感受風，唔使諗咩，唔使試圖放低咩，只係俾自己存在於個空間。最初會覺得悶，會覺得呢個係嘥時間，但若果你能堅持落去，每星期至少一次，每次至少一個時辰，你就會慢慢咁體會到總靜悄悄嘅力量。苦多到喺心頭好耐嘅嘢，會喺你唔為意嘅時候靜雞雞咁流走。至於日常行善，最容易俾人忽略嘅反而係唔做惡，唔喺背後議論是非，唔因為自己心情差而遷怒身邊嘅人，唔做啲你心裏面隱隱知道唔啱，但就係控制唔到嘅事。呢啲唔去做，其實都係一種極為有力嘅善行，而且往往比做更難。如果你能喺每一日臨瞓前問自己一句：今日我有冇傷害到任何一個人？然後誠實咁回答呢個問題，呢個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深沉嘅修行啦。最後仲想叮囑一句：持續比力度更緊要。宵夜係一樁長期嘅功課，就好似你唔可能喺健身房裏面一次過練出強健嘅身板，你都唔可能憑住一次集中嘅努力就將所有業障一筆勾銷。水滴石穿，唔係因為水有幾大嘅力氣，而係因為佢從來唔肯停低。我想用一個問題嚟結束今日嘅分享：如果你眼下嘅人生係一杯滾濁嘅水，你會點樣令佢重新變得清澈？係不斷咁攪動，希望將啲雜質攪碎攪散，定係將佢靜靜咁放喺一邊，俾啲雜質自己沉澱落去？業力嘅運作都係咁嘅道理。你越焦慮，越掙扎，越急於一刀兩斷，佢反而消解得越慢。但你若果能令自己嘅心安住落嚟，去廟宇裏面照現，去山林中重開，去人群裏面行善，俾啲業障嘅雜質自然沉澱，自然轉化，你就會漸漸發覺，清澈嘅人生其實一直都喺唔願處等緊你。呢個世上冇真正無解嘅困局，只有唔願轉身嘅心。願今日呢段分享能為你心頭盞搖曳嘅燈添一啲油。若果你覺得呢啲說話對你有所觸動，歡迎將佢轉俾身邊啲正喺迷霧中跋涉嘅朋友，或者呢個正係佢哋此刻需要嘅一束微光。亦再次邀請你喺評論區留低葉蕭福智呢4個字，呢個唔淨只係一句話，而係一份願力嘅種子。當無數粒咁樣嘅種子會聚埋一齊，佢哋形成嘅力量足以照亮好多人嘅歸途。若果你想繼續同佛法嘅智慧同行，將日子過得更清明、更柔軟、更通達，歡迎點亮關注同訂閱，同我哋一齊喺呢片心燈長亮嘅園地裏面，慢慢修，慢慢行，慢慢將自己嘅人生過成一杯沉澱落嚟嘅清茶。願你業障消融，福報現前，諸事順遂，早日行出閣下嘅迷霧，迎來屬於你嘅一片明朗山河。我哋下次再會。